在地人在地前要来介绍婚林这位李家美小姐。2017年来成立着小公店画廊，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会当靠着家己艺术创作的才华来自力生活。房间内底有真侪美丽作品，这拢是身心障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，为着让更较侪人会当欣赏。这摆小公店画廊专工来到救国团婚林团委会展出。其实我们很多画家，他因为长期在家里，他都没有出门，然后感觉自己被否定了。然后有一次，我们就有人收藏画作，他就很开心传讯息跟我说：“佳美，我觉得我不是废物了，我觉得我对这社会有用处，所以我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创作。”身心障碍者爱完成作品，爱比一般的民众付出更较侪心力和精神。馆长张丽生嘛鼓励各界以行动支持，伊家己嘛想买3百图。我想大家用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啊，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的哈。尤其是我们在现场有好几位哈，我们的这些艺术家哈，他们的这个创作真的是栩栩如生啊，活生活现。是脊髓损伤，那我的手部功能是没有办法拿笔的，那所以我都是用嘴巴来摇笔来画画，所以画一幅画通常都要2个月，甚至2个月以上。小公店画廊创办人李家美小姐。一出世就有先天的同型罕有性贫血，伊嘛伫106年成立小公店画廊，希望让更侪人熟悉身心障碍艺术家，让大家靠家己的艺术创作自力生活。希望每个画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艺术才华，然后为自己赚取生活费，改善生活，然后自立这样子。目前小公店画廊的作品会伫救国团展到11月初1。欢迎大家做伙去欣赏，嘛会使透过网络熟悉各位艺术家的故事，或者是会当买因的作品，做伙支持身心障碍艺术家的创作。